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5月15日，長實發展位處於紅磡黃埔花園旁紅鸞道的維港星岸，物業已有10年樓齡，當中有洋房相隔8年再度推出招標求售，尺價或有力重返，昔日的高位甚至再度挑戰新高。是次推出招標時，維港星岸海岸花園洋房2號屋，樓高3層，實用面積達2196平方尺，連796平方尺的前後花園及私人按摩池。該洋房於2018年4月曾以超越1.1億元售出，當時尺價高達50310元。由於當時買家以特長成交價購入，最終未有完成交易，觸撻訂重售單位，物業將於下週二招標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